续来看，基隆市政府前几天才防指控有里长来介入到罢免市长的人事。基隆市选委会有争议，讲要针对2万份的有疑虑的文件，寄出到查询单。一旦市民若无回函，安尼人事书可能就会失效。即摆阁有民进党的议员来指控，讲选委会总干事甲主委拢是谢国良的政务官子弟兵，讲安尼来介入到选务工作，敢真正会当公正中立？这个总干事张延雄是回应讲，一切依法办理。罢免的人事书送入选委会整理清点查对，即马共有43000多份的人事书，选委会会针对有问题2万份寄查询单，一旦市民无回函，就可能判无效。不符合比例原则。那另外一部分，其实我们至今也没办法确定为什么要寄这么大量的查询单，以及它真正寄出去的理由是什么。寄查询单毋是先例，要么基隆选会无回函就失效，是全台首例。无带的户籍地，也是毋知要安怎寄回的人，敢讲就应该被剥夺权利。地方选委会的相关动作，其实是在没收人民的罢免权，必须要确保自己应该要保持行政中立的原则，而不是沦为政党的打手。不像6都的编制这么众多的人力。基隆市选委会总干事张延雄有政务官的身份，嘛被质疑讲敢有保持中立。那你一边兼裁判，一边又是球员，是非常影响到选务工作公正性、跟客观性，还有中立性的一个举动。选委会主委由市会秘书长彭定安兼总干事是由民政处长张延雄兼2人拢是谢国良派任的政务官。罢免案有关2人的任职，所以讲立院要求因应该请假利益回避，未当有任何无合理的行政作为。若无者，将代表市民提出行政救济，维护公民的罢免权。在行政中立以及依法办理的情况，我们会确实的来遵照、审慎来进行查对工作。强调讲一切拢依法办理，未当漏涉作业的进度。唔知讲寄查询单的消息是为倒位来，是讲场内场外气氛遮紧张，官员的一举一动，市民拢真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